美丽华山球场4月宣布公司分割了后，甲部分的员工死头路，引起美丽华工会罢工。工会表示，本地伫7月有达成一部分的共识，不过到大陆也未签订团体协约。今仔日因着伫咧球场门口静坐，不过球场却拢无出面来回应。美丽华山球场员工伫门口静坐，等待美丽华资方的讲法。美丽华资方伫今年4月向宣布，甲公司分割出3个事业单位，落尾阁解雇员工，引起工会罢工，到达已经超过80天。工会表示，原本7月22，资方有同意10天以内会提出员工的分割留用方案，但是到达是一直无签订团体合约。正职人员的人数，公司如果要调降还是调职？然后要跟工会个协商，要工会陪同，不能像往来说直接约谈，直接马上解雇。我们是只有跟资方委托的律师谈妥这些条文，然后也有初步达成共识，但是律师说还要再回去跟总公司再去协商。好，那就是造成现在变成一个断层，就是已读不回。工会讲，资方取消山球场内部的清洁部，总共8个清洁人员互解雇，其中一个因为经济压力无参与罢工，到外包的清洁公司做工课，但是也是伫美丽华山球场工作，加做美丽华山球场的外包清洁人员。比如说给他们10天，让他们考虑这个人员是什么，因为清洁那他外包掉，他可能要安插在每部分，就是让10天他们写一个计划书给我们，真的没有回来。美丽华山球场副总孙世雄向记者表示，公司7月22时并无答应会伫10天以内提出分割留用方案，但是进一步的回应，公司也阁提了建议。静坐现场到下晡为止，嘛也无资方人员出面回应。工会呼吁资方紧出面签订团体合约，解决劳资双方的争议，无会继续抗争落去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